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27日，诗篇119篇65到66节安尼讲：上主啊，你有照你的应允，好款待你的僕人，求你教示我，互我有知识甲正确的判断，因为我信靠你的诫命。三角来祈祷，照你的应允，好款待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满有信实甲公义的上帝，你是充满恩典甲疼痛的天父。主啊，你的话充满智慧甲气力，是阮所深深意爱的。主啊，你的律法是公平，你的律例是公正，你的教示是真实。我要刻无你的话，我要遵趁你的命令。主啊，伫你有永生的道，阮也要活靠治罪啊！主啊，感谢你极大的疼，互阮有你通活靠。主啊，因为你有照你的应允，好款待你的僕人，求你教示阮，互阮有知识甲正确的判断，因为阮信靠你的诫命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